我係張培剛，係立法會九龍東選區嘅立法會議員。其實我服務社區已經有20年啦，一直都係服務九龍東、服務觀塘，一直都好熟悉街坊嘅民生訴求，好熟悉我哋嘅社區。我好希望大家可以揾到食，可以有屋住，出行易，可以病得治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責任重大嘅，因為市民嘅信任啦，將我送上立法會。咁我會將呢一份嘅壓力咧，轉化為我嘅動力，更好地不忘初心，去改善民生，去為市民服務。我入到立法會咧，我係會盡我嘅能力咧，去實踐我對佢哋嘅承諾。開始翻風啊，轉涼啦，更加做得好啲，為市民服務。係啊，你要努力啦。知道。去到立法會議員也好，我認為都要做好嗰個橋梁嘅作用咧，上情下達，下情上報。爭取東九龍線都有10幾年啦，過程反反覆覆、轉轉折折，希望可以就盡快動工、盡快興建，令到日後市民受惠嘅日子咧可以提早。我係會盡快去邀約相關嘅政府部門啦，去了解下佢哋而家個進度去到邊度。因為按照之前政府嘅講法，佢哋今年係會招標，咁啊我都好想佢哋招標佢哋嘅一啲嘅內容啦，有冇包括埋之前我哋一直反映，希望借助呢個東九龍線佢哋嘅出入口，去令到周邊嘅民生嘅接駁更加方便、更加順暢。呢啲嘅民生嘅訴求，睇下佢哋有冇擺落去咯。你提重推出售公屋啦，同埋首置置業豁免印花稅啦，呢兩項措施嘅目的係啲乜嘢咧？同埋呢兩項措施咧，係咪可以幫助到我哋本地嘅青年人咧，解決上車困難呢一個問題咧？九龍東主體部分就係觀塘區，觀塘區就係全香港最貧窮嘅社區。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係公屋咧係佔咗好大一部分，改善貧窮，希望俾佢哋買翻自己嘅公屋單位咧，令到佢哋嘅財富、佢哋嘅資產可以累積，令到佢哋更加有決心、有信心出去拼搏，去向上流動。要求豁免首次置業印花稅咧，我就係希望個定價咧係1000萬以下嘅樓價，希望可以佢哋第一次置業幫佢一把，咁啊令到佢哋上車咧個負擔咧可以減輕一啲，凝聚大家對社會嘅向心力啦，去促進和諧穩定，可以改善到民生啦，釋放到經濟嘅活力，改善貧窮，助力佢哋向上流動。呢啲民生問題可以解決得到嘅話咧，就係令到我哋香港，令到我哋九龍東再出發。